新闻一开始继续来关心这北检侦办经华城案件。今仔日是以证人的身份头一届约谈民众党立委黄珊珊，问4点半钟了后呢，是搁再移送地检署复讯。另外，北检今仔日也搁再提审郭文德，也搁有台北市议员应巧薇，甚至是郭文德办公室正正的主任李文忠，拢互叫来问话。其中呢，这应巧薇针对着 NR 提起控告，今仔日也互高等法院驳回，理由之一就是爱保全证据。委员，你觉得金华城案到底有没有涉及不法？今日连证书拢无讲话，北检侦办江华城案，车牌以证人的身份传唤民众党立委黄珊珊，不过伊用约谈进前，早前就讲已经收到传票，讲会去作证。我有收到传票，本来是约礼拜3，那我跟他改到今天约礼拜3有重要的议程，所以等一下院会结束，我跟廉政官约好了。在中道前后，黄珊珊到廉政署，经过廉政官大约4点半钟的讯问，再到北检复讯，是不是有强制处分，也引发关心甲注意。担心准备好吗？检方调查专案，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伫 NR 了后，车牌头一摆提审，另外也提审台北市议员应巧薇，加前郭文铁办公室主任李文忠。应巧薇向 NR 不办提出控告，不过台湾高等法院车牌裁定驳回，理由之就是为着保全证据，也避免伊规避也是妨害侦查。也若检方申请扣押江华城土地，有议员公开发言第2摆裁准的这个裁定书内容，直接讲郭文铁收钱，民众党质疑违反侦查无公开。另外，台北市长朱万安也讲无应该公开。所有的公开所知，既然是市政府给的，我都会公开。为什么我撤掉文的原因，是因为有政风单位告诉我说，民众党要开始找松山地震给资料同仁的麻烦。依照法令，我们还是停止施工勘验。后面如果真的要勒令停工的时候，大概施工到什么程度？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跟他们来协调。针对江华城再度被扣押，副市长李四川讲，蒋议员是停止时间勘验，若受控告，才去看后续的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